第说他的地区呢，提升观众，那你对项目告诉这这边嘛说了，他们这些的需要的切几个，看他们几个的这边嘛操作，这他们了，这些你们都去想，看的是没花钱，没嘛他们这些的需要切几个，他谈的，俺就得处理给你这那个，你们那个。要我们去各地去学热死，他今年送啥？对月送给，月，还得是呢，各地钱不来送是的，各地钱当得现付给，钱不来，还得是呢，你嘛对吧？到是吧？周围可能是没要不定讲伊，人家俺就各个咱们这边可能定用给，啊这个俺就得来的毛泽东各地来热死，其实这咱们的人都用过的话。他第一天前头咱们的，你现在上面拿的第一个他家的，对我这点是修过的，还得是呢，公司讲的清楚，各地钱我热，谁们涨个这个嘛的，各地的帮大钱我这钱，各地钱不一般，他修过有就在呢，还得是呢，铁工股票，我就洗落了，叫我们是江南出去那个，家是人江南出去那个了，江南但革命你轻易下来，轻易就所给做对个那个，看的有点是呢。家家那俺是呢，特别把地界长嘛，漂着跑路回事。家家是两个地下些那样的。俺是呢，特别轻动股票，我有空了，特别把家家大几零当这样就给带俺地界，家家80点就超地界，80个两差不的。他等于这个对对，啥地界就永远就是轻个人。别像现在别人咱们说呢，你超高认不起，俺是呢偏多啊，超高认不起，80都是送这个的。80边对平常做投资干的怕家落住这是可，但你这投资这个来来干了，我是讲句清不错，我就能够落了，没有当往去拿差呢，很看钱的，猪蛋、偏不加上涨月呗，可把他们下多钱当用的加了，第一百个了，他个人其实输的，毛泽东热度的，人们多啊，要人就去拿毛多呢，俺是对吧？人嘛的。个人的中德的，人家这样俺就看过的，人家肯定是看的，肯定是哪个的是呢？做这些军过的，今天做长隆前边，等做还得是呢，叫人去个人去学这些是不是？空出点错通过的，俺就爸爸俺们那所以现在叫人去肯定是个人钱不一嘛，你谈不得的俺就个人的中德几个，今天叫人去哪呢？家家呢，电路这些做那个人，但他怎么不学不知那些破金做那个人？电路这些做那个，他们家家兄弟那么上我送药嘛的，家伙人去去那里家家司令的钱呢，干嘛去那了，干嘛那的电路卡这些作业听到的他就那个的，这就个这个是吧？理解当然是的，你看人不学点了，你得去给，说他的通知学员呢，俺那岁数那下那岁数些下的，他不可能钱来不来？我是讲个清不楚啊，刚刚那呢，当时人不写个通过这些困难的。当时人们写的谈过协工那呢，超跟个不语，从此老不谈过做那个。今年人们写话都是那，叫人们写个人写的刚刚那呢，他的专业行业的，就话那呢，做学务那个人数的叫专业行业退步的嘛，早叫人们写的那呢，俺就写下的篇。第一章，俺就第一类的叫人们个人这嘛的，第一名字那呢，做送。但今年，俺们做三讲起来，学会起来，俺随时能下下来呢。300平安做下雨呢，你都你送对吧？当然说你们那地产区的，别搞的刚刚差不多的，随修个对那人了80点一个的，找了像生意找弄成个找了，别刚刚差不多，这个了，我是讲个清不楚的，你都俺了出去那个了，90边现在那什么，90边随其实能这个简单，现在那人接了，能对。叫人就军队土的，俺就把印度在那，他要过来干嘛弄个吧？现在学过这个也有人学，没理解，我们这叫忙不多，很多看见用白送出来，很多看啥子看见用呢？学术，不然是可以，我不学术嘛，开车嘛的是干哪？让大药嘛的是干哪说啊？第一学过的，俺随时让学的，对吧？刚刚来，不理这个事情，家就来给推哪说啊？他等于在个人的，个人等于在俺就看我的，感受场面。感受场面看，做我这哪？你这我这哪呢？不归不了我这哪呢？个人上都是这么的，个人的用的，
我这嘛是我要我妈这边的挺上海的是呢，这个地方是有的话，俺公路学白对不起，俺忙着做当他应该送忙着做当的，俺那挺多一些学白不把当，俺这钱呢，俺个人的点钱俺是起的，这钱呢俺是来这边做嘛的，俺大人些俺是在这边兄弟训练的，他们技术训练的，技术的，强调的排白前面下呢，公司讲究清楚的。过个年老人家在你这样子的能够的，他得罪他都是几十岁也不听个的，但是咱个体其他听不得吧？得罪他这些难的，俺呢老学不是也不听听个的，俺个体我呢听不得大事，他怕嘛个体听不一面或者说是怕嘛那个体前面说是听不上的嘞，怕嘛听不过不的怕嘛的给的怕嘛说用听了吧？因为永远都拼命啥也出了，个体学的公司讲过听不得，俺的这些俺哪让吃下去呢？他都公共团队干啊，说公共对吧？接触嘛，我估计能够的。接触嘛，我觉得俺领域，因为跟着公司讲过什么出去呢？来搞了媒体啊，去出这里呢去送，咱马上用的，用来搞了，第二个企业没得这大，他这个了，俺俺是开发的呢，推举也行啊，原来呢，这个了把它通钱，那明显对吧？农个地方来没有买个萝卜钱。小钱用多啊，这个呢，个人吃不来生的，这里让这里俺让用做他呢，个人的都是，我这属于学艺，但这不属于呢，每个老朋友拉拉白子了，个别这政府的写个的，第一上，这里写个人学艺，钱呢？最近呢，基本上来讲呢，搞了的新的或者的送，别那，但忙不许忙我。